根据刚刚的构思，第一段要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，我们就直接点题：行松行下，唔东米农散下。我们要写的就是美浓这个客庄。那为什么是美浓呢？因为我去过亚扎的南埔六队的客家庄3摆，我去过3次，大摆都本我留下美好的回忆，而且每次都让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第一段就达到点题，并且简单介绍为什么选美浓。接下来按照构思决定的有2段，我们可以写客庄的所见所闻，也就是这个客庄的特色，还有值得介绍的景点等等。第2段，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有什么好看的、好玩的，我们就先写主题美浓有什么值得看的或是好玩的。一想到美浓，你就会想到柚子茶，所以文章可以这么写：去到美浓，行入民俗文化村，规间的都是自茶的，大旗小旗都有。但个唔是发瀑布高升嘅族嘅，无就是发开富贵嘅牡丹。这是介绍美浓的特色油纸伞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哋现场也 DIY 发了一支油桐花嘅纸扎嘅，带进来做纪念，所以还带了自己做的纪念品回家。再加上客语中油纸伞本身的谐音，圆圆嘅纸扎嘅，代表圆圆满满。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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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代表斗子斗孙，这些都是让去游玩的人印象深刻，真紧很有意思呢。第3段的内容，再继续介绍还有什么好玩好吃的。在美浓还可以有穿客家早期服装拍照的体验活动，所以我们文章可以这么写：伫法属下嘅南山店，我做起一身传统嘅太琴衫，想想自家就是做定南山，伫田都乡思田所处，无就是伫河北省西山府嘅客家妇女。去玩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，所以杜吉嘞来一碗早半条炒水莲，特别的米食，本人吃嘞很为亲密哦。这一段在朴实的介绍中，也用了客语的句型，秋黑、某秋黑，还有客语的特征词，思田熟臭、亲密。这样的描述就非常有客家的米食。最后一段提醒大家，总结之后一定要记得回扣主题。所以我们先总结美浓的特色有：沿流水田望一谷，南山自杂养生节，行啲美浓总头，欣赏长长的田野景致同人文风情。而回扣主题就是必须再强调一次，即美浓是我亲好了的客家庄。希望大家能不要害怕写作，利用今天老师教的写作步骤，一步一步完成长篇的客语作文。客家就是成法，成法就是客家，也下就开始用笔来记录人的成法。